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4，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要参选总统。伊伫头拄8点半时，已经公布伊副手的人选，是选出人选之人当中演总统候选人的演员赖培霞，引起各界讨论。我郭台铭今天要向各位宣布。 我将郑重的邀请赖佩霞女士担任我竞选的搭档，一起投入2024年的正务总统选举。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佩霞。今天在这里正式告诉大家。 我接受郭台铭先生的邀请，搭档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头拄看到这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个月18宣布要用连选方式参选至控制署总统大选，也那副手的人选一直拢无公布，引起外界关心。伫拄则郭台铭已经宣布，伊的副手要找演员赖培霞。 郭台铭表示，找人才真无简单。赖培霞跳脱传统政治人物，代表民间改革的意志，伊认为是上好的人选。也若根据中选会公告，要参选正副总统人数是爱289667个人人数。伫9月13到17接受申请，11月14进前会公告人数的结果。 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伫昨昏半暝3点外，伫高雄的灵雅区新公路一间超商的旅店馆，互医生伊的前男朋友摕刀刣30刀，凶手了后全逃走。警方伫15点钟后，伫左营有抓到凶手，移送法办。 一路位超商，互人摕刀捉着喷。23岁姓吴旅店员到个店门口喊救命。台南的姓叶的前查甫朋友也是无要放手，热线民众提出高尔夫球杆来阻挡，前查甫朋友才赶紧逃离。不过旅店员已经互人扑30刀，双手双脚拢是刀伤。警方伫15点钟了后，在左营素食店摕到2把暗长的嫌犯，为身躯敲出一支水果刀啊！在今天的晚上6点45分，我们在左营大路一带来逮捕这个余姓嫌疑人。 也在他的身上取得作案工具水果刀1把，另外还有他穿着的衣服以及手机平板等等这些赃证物。 旅店员是伫今年4月甲对方分手，不过伊愿互警方搜缴，才去申请保护令。今年中，姓叶查甫人佫因为违反保护令，接近女方上班地点，互警方具体告函成案标准，佫伫8月18放出来。 你说他申请过保护令？有跟我说，他们大夜班也有跟我讲过，你不要太靠近他，他也怕我有危险。高雄市社会局有去到看守所找他，跟他开导，无奈就是说，人家对我们这个就是说，等这种事情发生的要怪谁？ 旅店员伫急救了后手术顺利，嫌疑查甫人被抓了后，警方以杀人未遂者罪嫌上班，佮建请法官羁押。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鸡卵的问题，这是大陆的卵对巴西进口的。一开始因为新人讲日期写唔对，所以甲所有鸡卵要回收。小数嘛讲表示错误会处罚，也毋过嘛对外表示，虽然表示有错误，也毋过这卵无歹，所以有食着嘛袂安怎。 大陆卵品伫专门咧卖巴西卵，因为有效日期标示了唔对去，去互食药署要求爱落市改正。新北市卫生局12嘛扩大稽查，发现新北并无咧卖，毋过退回仓库发现8盒，有效日期是10月7大陆的卵。食药署表示，这批卵是标示了唔对去的，会甲裁罚。目前专门回收2000盒的卵，已经卖出一半。若是无说日期买到的消费者，会当按规定来退回。 若是已经食了的，嘛免烦恼，因为还未过期。标10月5号，对啊，到10月5号，他就比赛那组。那这一批的蛋品的话，总共是有2000盒，然后他有先做一个概估，预计可以回收大概600到900盒之间。根据了解，专人继续购买这批巴西卵，回收了后，敢会当转做卵汁，等加工来使用。农业部表示，有玫瑰牧场。
这批巴西卵有做喷蜡处理，所以保存期限有到4个月，并无问题。不过文件顶悬并无特别注记。若是药水是确认卵经过大量洗选了后，并无搁喷蜡，不过目前并无变质的情形。从我们报验资料里面看不出来它有没有涂蜡。保存4个月期限的这些蛋，有看到在4个月内有变质腐败的情形，我们会再持续关注。国民党立委不满超市进口卵争议真济，13起监察院တင်前，洪明凯甚至质疑农业部长陈吉仲讲白贼。公布海关的资料指出，8月份也是有进口572吨的巴西卵，持续还是有进口，是不是陈吉仲自己又在打脸自己了呢？农业部发新闻稿表示，关务署顶悬的资料是会为海关放行会当领的时间，上尾一批巴西卵放行会当领的时间是8月17，目前已经全部拢领。佫一再强调讲，巴西的卵上尾一批到位的时间是7月17，了后就无佫进口。记者综合报道。鸡卵的争议也被收煞，大陆进口巴西的卵，因为有效日期错误引起争议。即马大陆的董事长伫昨昏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讲咱国内并无进口卵相关的规定，所以国产卵安怎做，伊就照做。也毋过想袂到，政府叫伊甲所有的错误拢打落来，佮叫伊爱翕影片向社会大众回示咧。尾也佮讲要甲发，即马互伊无法度接受，伊认为家己哪潘哪真冤枉。农业部赶紧出面回应讲，绝对袂互厂商受委屈。对于这次鸡蛋有效期限被标示错误的事情，被你推的是我们要澄清，有疏失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处置，也不会让厂商说谎，更不会让厂商背黑锅，一切依法处理。农业部表示，即届进口鸡卵标示错误，这鸡卵无食安的记录，拢伫有效期限内，消费者会当安心。若未来政府嘛加强辅导业者，甲标示做好正确，来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是侪份好天，毋过过昼高落雨天气。当再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天气拢真稳定，而且有日头。敢若金门会落13、18雨。过到了后，伫山区抑有南部是较高落雷公雨。温度的方面，早暗的温度拢会较低，大约是22度至26度。也毋过日时日头出来了后，高温是到31度至33度，温差有较大。另外，即马伫琉球南边的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有可能对明仔载开始会影响咱的东半部。东半部水气会变较高，到拜六礼拜，中南部的雨水嘛会增加。若刷落伫后礼拜的拜4、拜5，有可能就有今年头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天气会豆豆开始转凉冷。来关心台北市的台铁的民体厝落落去即个事件。台北市政府伫早暗是召开安置补助的说明会，由台北市长蒋万安来亲身主持。因为三大技术工会鉴定的结果，即马是显示讲工地无对监测系统的警示随做出反应，才会出现击败的事故。所以台北市政府即马会依法移送顶界。蒋万安即马嘛对外证实讲，对其他第2波的假口啊，共款互法院驳回。台北市长蒋万安13暗时第一摆甲台铁民体帮他受灾户座谈，要针对补偿甲安置方案。安置饭店内底受灾户参加说明会，所传出非单户15户的受灾户，想要进入会场遭到阻挡。我承认他们是应该是优先，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被受到照顾，合理上嘛，不然我们今天遭受这种损失是活该吗？这2天。连续3天回去的话，都会发现我们的裂痕都会长大。这种房子你可以住吗？你敢住吗？伫说明会有住户问其他甚至点名台北市府也应该负责，蒋万安承诺上班9月20日互住户领到相关的补助金。也讲到技术工会鉴定结果证实，工地无对监测系统事件做及时反应。我们了解。福营造登记在新北市，我已经要求建管处明天上午就正式访问新北市，来将福营造相关专属的工程人员依照违反营造业法送惩戒。建筑师登记在台北市，建管处将会依照违反建筑法移送惩戒。
筹会行动由都法局成立安置小组、法务局成立财损评估小组，各小组团结堂口进行服务。啊，不过台北市府对其提出的假考案，第一波6000多万，甲第二波2亿，九案证实拢被办理财政驳回。法院已经驳回第二波的假扣押，法院有法院的认定，我们就是和受灾住户站在一起，用实际的行动来确保住户的权益，该做的都要做。今年吧，加横放南市府可能在重建进程，和受灾户得到妥当的照顾。都法局表示，将对建保所权人经过参考周边税厝市场的行情，未来3年安置补助，用每平租金1,600做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基台建设施工造成厝边的厝落落去，无法度搁大。若其他的厝是有经过鉴定了后，确定无问题了后，已经互住户登去大。严格即马有市议员接到陈情，讲有人到涂骹的态度咧逼顺是愈逼愈深，而且因的楼梯嘛有变较矮，因是真烦恼厝的结构同款是有问题。都法局表示讲，对明仔载开始15到17这段时间，而且技术逐间拢去顺。已经整个位移了，而且有下陷的状况。厝内壁甲楼梯分开，一连悬度也明显下降，一个门涂骹就沉落3公分到5公分。基台建设时间无细腻，造成徛架崩落入去，就算周边建筑无经过鉴定，确定安全无问题，互民众登去大，民众也是感觉真烦恼。不敢保证说什么时候地震的时候会垮下来，而我认为不安全，我自己看的都很恐怖啊，我的家人都不敢回来住啊。饭店的安置时间可以到22号，到22号之后呢，后续要怎么处理，我们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么厚的一片墙，竟然还可以透风透成这个样子。并出现这大壁损，甚至风也会吹入来。出来对大门，就算安怎用力，就是关不下。似乎真无奈讲，连门拢无得关，这款是变怎大咧？就惊厝的结构受到影响，万一发生地震，是不是真多下一粒会爆炸炸弹？周五、周六、周日，我们会由技师进到逐户的这个屋内去看我们邻损。那如果基泰不愿意修缮，市府也会承担这个修缮的责任。要检查就是梁柱是否有裂缝，然后要跟原来的去比对，开挖之前它就有一些损坏存在的话，那后来有加剧的情况吗？有加大的情况吗？厝虽然无崩落入去，也毋过比较真严重，住户真烦恼。市府讲，基台若不爱修理，市府会来修理。议员是呼吁，市府应该启动调查机制，收集周边住户的定情汇报，派员到现场来勘验存证，监控地质处方，若是无结果上危险，也应该开出证明，让住户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有一个姓李的高中毕业生，去年申请入学，申请台湾大学医学系，不过伊是尾变做落班头。伊不满学校录取定考细数的在校生，所以尾嘛无增加彼此的名额，去影响伊的权益。伊尾才提出行政诉讼，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即马判伊败诉，不过专案也可以当上诉。来关心中国时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伊伫今仔日会出发去美国访问，伊即抓是定做对威和侵华的友谊之旅。无要互侯友宜抢风采，行政院伫今仔日会对外公布，包括老农津贴在内，提关侪项社会福利的津贴，起伏会达到7%，哪力看起来是咧互相比拼。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伫10月迎接今年第400万的外国观光客，若今年600万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有机会会当达成。目前看起来，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旅客已经有恢复到疫情进前的8成，不过日本观光客也会目前敢若恢复3成5。疫情解封了后，即马全世界真侪国家拢在拼观光，入境咱台湾的外国观光客伫10月达到400万人。若这第400万呢，是一个对韩国来的旅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专工去机场接机改欢迎。 그냥 대만의 길거리 풍경 이런 것도 좀 직접 즐겨보고 싶었고 맛있는 음식이 또 많다고 해서 야시장 이런 것도 궁금해서 오게 되었습니다.
欢喜甲礼物收落来，来自韩国的女性游客甲亲人来台湾佚佗4天3暝，一个行落飞行机就真幸运，变做是国内今年第400万位入境的外籍游客。观光局指出，国内解封到今，来台湾的国际旅客人是愈来愈多。交通部对今年底要完成600万外国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表示真乐观。现在最多是港澳，那第二个是日本，第三个是韩国啊。当然，过去像中国大陆它是占很前面的位置了哈，但是今年纵然没有中国大陆进来，我们600万的目标应该是还是会达成。根据统计，疫情进前的2019年来台湾的国际旅客大约是1100万人次，其中中国的观光客有免270万人，是上大部分的。面对中国一直唔肯开放旅行团来台湾观光，台湾政府也搁再一摆向对方出声。开放了138个国家，还没有开放台湾做旅游目的地，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我们希望这部分两岸能够有一个对等的互动，对岸能够打开陆客来台湾的这个禁令。根据统计，今年顶半年入境的旅客大约是269万人次，不过咱出境的人数是咧要500万人次，观光逆差愈来愈大。面对疫后各国拢咧拼观光，抢外国的观光客，交通部观光局也打算伫9月15正式升格，变做观光署，增加预算甲编制，投入资源拼观光。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宾州杀人犯卡瓦坎特伫逃亡2礼拜了后，伫13个时昨昏已经被抓到。过去这2礼拜这段时间，伊直头改变清查，而且为着要食物件，搁去共偷入去人家厝，是偷驶车，搁偷提枪。即马被抓到啊，当地人总算会当安心啊。宾州杀人犯80籍的卡瓦坎特总算伫了为围捕，当局动员特种武器、战术部队甲战车，这次小组用日元干警装置找到伊个定位，无奈拄到雷公司那甲爆破，只好将行动延后。Shortly after 8 a.m., tactical teams converged on the area where the heat source was. They were able to move in very quietly. They had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Cavalcante did not realize he was surrounded until that had occurred. That did not stop him from trying to escape. He began to crawl through thick underbrush, taking his rifle with him as he went. 34岁卡瓦坎特自2001年向前台前查某朋友38刀将身加进免假释，这卡2礼拜成功逃港。伊逃亡期间改变清查，创面体偷食米、偷车、偷枪，搁秘伫丛林内底，警方正歹掠，被形容是正危险的人物。在地居民过去2礼拜过甲心惊惊，即摆伊被掠，心情拢总算放轻松。Customs and Border Control teams, BORTAC, had a dog with them. They released the dog. Some of our PSP CERT members were also there, had him surrounded. The dog subdued him. He did sustain a minor bite wound. 这摆行动无开枪，完成任务了20多名员警甲卡瓦坎特斗阵翕相，互警务解决人数甲民众和平无失踪。公视新闻恩文玲朋友。来关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马当地俄罗斯访问，又参观俄罗斯的太空发射场了后，嘛甲俄罗斯总统普丁见面，进行面对面的高峰会。金正恩对俄罗斯表示支持俄罗斯拍乌克兰，也阁并无讲到要援助武器的代志。啊，伫刚刚，北韩嘛阁试射2粒弹道飞弹，这是北韩伫今年第17届的试射。北韩13飞弹试射是今年以来第17摆发射飞弹行动。根据日本媒体引用防卫省的信息指出，台湾时间早时10点41分甲10点51分，北韩先后发射2粒飞弹，飞行距离各自为350公里甲650公里，落点拢是伫日本经济海域以外日本海范围内。尽管无传出任何损失，不过日本方面依然是顺外交管道向北韓表達抗議。今般の発射を受け、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北朝鮮に対して厳重に抗議をしました。日本防衛省的分析指出，第2粒飞弹的飞行路径呈现所谓无规则弹道的状态，也就是亲像俄羅斯前方型加中國東方17型的方式。
这是北韩伫7月19日后，今年第2摆来试射这种的飞弹。另外，北韩试射飞弹拄好也是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会见总统普廷的时间点。普廷陪同金正恩参访位伫阿摩尼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了后，随即进行高峰会。对着进行超过1年半，军双方拢无进展的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金正恩搁再讲到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持。会谈中，普廷答应协助北韩卫星的技术，不过两个人并无公开讲到外界所关心的北韩援助俄国军火装备的话题。 그런 패권주의 세력에 맞서서 자기 주권적 권리와 또 안전 이익과 이걸 수호하기 위해서 정의의 위협을 벌이고 있는데 우리는 시정일관 러시아 정부 당신께서 취하시는 모든 조치에 전적인 무조건적인 지지를 표명해왔고 앞으로도 언제나 반전사주 전선에서 언제나 러시아와 함께 있을 것임을 다시 이 기회를 빌어서 확언하는 바입니다. 欧美各国一方面继续援助乌克兰各种武器，包含备受争议的急速炸弹。一方面指控中国甲北韩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英国到即阵无法度提出具体证据。俄罗斯、中国甲北韩也拢否认。另外，甲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北韩试射飞弹同时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英国、美国搁再指控俄罗斯向北韩采购军备，并且讲会加重对北韩甲俄罗斯的制裁。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来关心地中海的风暴扫过利比亚的东部，造成当地2个水坝崩起。即马水尾城市在做大水，上无已经造成5300个人死亡，而且阁有上万人失踪。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因为利比亚现在在内战，基础建设根本就拢无咧顾，所以才会变甲遐尔严重。厝拢倒了了，歹歹去，车有土石带掉咧，雨大水冲过城市，敢若炸弹炸过共款。风暴丹尼尔侵袭地中海国家，中从利比亚东部沿海城市德纳。根据当局的讲法，大水雨造成2座大水坝崩起，冲走德纳当地的村庄甲真侪桥，造成几千人死亡，上万人来失踪。有一寡病院即阵已经无法度运作，停尸间的尸体侪甲藏袂落去。 عدد الوفيات اللي حاليا في القسم هذا بالذات 1700 وفاة إلى الآن نحصر فيهم موجودين قاعدين في الممرات صوروه صدق أنها نكبة مما تعني الكلمة وضع مأساوي صح 这场灾难发生伫礼拜深夜，真侪人也伫咧困袂好走出来。有德纳的民众讲，迄暗捌听到真大声的爆炸声，因随即知影讲水坝已经崩起啊，大水真紧沿着河川对山顶冲向村庄。 而且初步的外来援助，一直到灾害发生36点钟了后才到位。Part of the roads accessing Derna have been destroyed, so the city is isolated, and efforts to reach the city via sea haven't materialized yet. Of course, there's the bigger problem of the political impediments to aid. 利比亚长期互东西2个敌对势力控制，政局无稳定，一直发生内战，掌权者忽视国家基础建设，才造成即阵救灾困难。另外，有国际援助一般经由西部控制区来进入，为伫东部的灾区想要得到救灾资源，也系地方的政府来答应。像土耳其救援队已经到利比亚，邻近国家的救援团队也陆续来投入救灾。公视新闻杨干编译。 因伫南美洲的国家智利最近是发生崩塌的意外，而且佫毋哪一届。中部的城市瓦巴莱索有一个度假社区，顶个月一栋大楼边仔的车路向破一空。洗澡的时顶一搭，另外一栋大楼附近嘛崩塌去。当地政府为着民众的安全，即马已经赶紧把4栋大楼内底大概200个人赶紧疏开。外面内底大楼的边仔出现真大坑。 车路是规个断去，伫智利东部的瓦巴莱索，一个度假社区边仔的山坡地，车闸向大规模崩塌，崩起的地点就伫咧大楼边，而且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发生啊。 De una lluvia extraordinaria, más un suelo que ya estaba erosionado, se generaron algunas dificultades en la parte baja de la duna, lo que fue subiendo en la medida que llovía, ¿no? Y eso genera un segundo socavón poniendo en riesgo, en este caso, a las personas que lo que termina finalmente en esta evacuación preventiva. 这个真大坑差不多有10公尺宽，5公尺深。当地政府怀疑讲，拜六礼拜落大水雨，土坝松软，才会来崩起。就伫离礼拜崩起的地点无偌远的所在，嘛有另外一个真大坑，
是顶个月出现的，一个月来放2届，律师指控附近的工程有大问题。Sin las cuales no se hubiese producido necesariamente este socavón, las lluvias en esa cantidad estaban absolutamente anunciadas. 就算目前大楼无出现各样，不过为了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车站紧急把附近4栋大楼差不多200个住户疏开。Tratar de alquilar algún departamento más pequeño y apurar las gestiones administrativas y judiciales para ver si podemos volver a la vereda. Porque el edificio, por lo que yo tengo entendido, no tiene ningún impedimento. Claro, tampoco. 住户希望量早理清是安怎会防止这尔假力，而且互因赶紧登去处理。那当地政府表示，目前当地评估损失，会赶紧确定地属大规模崩塌的原因。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越南河内一栋细间的公寓12半暝啊发生火灾，造成56个人死亡。这是越南最近这几天伤亡人数上侪火灾。警方已经找到大楼的负责人，等待调查事故的原因。继续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外表示，后冷战时期已经结束啊，即嘛是进入威权的竞争。伊有点名中国和俄罗斯对世界威胁，嘛讲美国会强化盟友，串联盟友，打造新的联盟来应付新的挑战。继续关心中国并无放弃拍咱台湾，即嘛美国、菲律宾有咧串联，准备要甲挖进台湾的机场和军事基地来升级。外国媒体即马有报讲，菲律宾当地找美国来斗3工，要离咱台湾400公里远的一个海军基地，即马要伫遐起一个港嘴，而且卖征收当地机场。那中国国台办即马是对外公布福建对台示范文件21条，因是提出两岸融合要发展示范区，希望请咱台湾人去福建买厝。各位亲爱的台湾乡亲、时段兄弟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陈炳华。专工用台语甲大家小姐妹，国台办新任的发言人陈炳华头一场记者会发出报道台湾枪在我心，讲伊真侪年前捌伫台湾驻点采访，要透过这点优化大家距离。嘛，1月14国务院就要举行记者会，说明福建对台示范区具体政策。他也应该知道台湾民众，不喜欢人家来用一些统战的这些语言来做一个互动的一个基础。国台办12日暗时公布福建对台示范文件21条，提出2项结合发展示范区的规划，内底有5大项，包括取消台胞占大登记，鼓励台湾民众伫福建买厝，纳入中国社会保险体系，而且特别强调讲，支持厦门甲金门加速结合发展，甲金门通电通桥，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福州马祖嘛是比较办理，学者讲，这个时阵提出示范区，政治的意味是真高。希望能够拉拢金马的民众到中国去发展，策略上其实某种上有试图想要影响在台湾的选举，有借选的这样意味。吴小弟认为讲，中国进前嘛有提出经济示范区，不过拢失败，加上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无好，嘛会有国安风险，对台湾民众来讲，去中国做生意买厝。吸引力已经无大，不过这项计划有想要让金门马祖的民众更加挖进中国，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一个智库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讲中国情报队2005年就已经开始咧研究要用 AI 的技术来操控外国的言论，所以嘛认为讲中国真有可能会影响咱台湾明年的选举。咱的最高检察署嘛已经做出因应，伫昨昏成立处理中心，嘛鼓励民众，总共有发现妨害选举的假消息，一定要检举。现代科技直直咧进步，目睭看无一定是真的。即马 AI 技术毋但会当用伫写文章、制作人声，也通变出无共款的人面，真真假假，真恶分辨，也为咱2024年的总统大选带来危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最近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真有可能会运用 AI 技术和制假信息来影响台湾的选民。针对这款形成式 AI 和深柜技术，咱国最高检察署也做出因应措施，要伫6都的7个地检署成立假信息案件处理中心。我们的原则大概有3大原则，第一个就是立即澄清，第二个是即刻下架，第三个是溯源
追查犯罪嫌疑人。到了选举前1个月，那我们是这些检察官都是24小时值班，随时接受这个警察的报警指挥，或者是民众的检举电话。最高检察署表示，选举期间除了有检察官专案查班随时应对，另外嘛有含各大媒体平台开会过。选举期间若是有假信息，嘛要求媒体平台随落架。但是 AI 制造假信息的技术提升量更大，也让事实调查和辨认的时间变得愈困难。像我们最近有一个，不是说那个因为福岛核废水啊，怎么造成巨大的龙虾啊什么的，但是那个照片是 AI 生成的。在这个台湾的媒体生态系里面，我们目前是欠缺这样子的技术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跟工程师跟这些研究者，我们需要跟他们协力。选举期间，定定是假信息上侪的时阵，高检署表示，形成式 AI 和深柜技术是属伫选罢法104条不实信息的规范。高检署嘛鼓励民众，若是发现妨害选举的违法行为，通卡专线检举。检举的奖金上悬有2000万，5万会当防范境外势力介入咱的选举。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国际航太甲国防工业展览会，人事动了后又搁再举办。即届伫国防馆内底有展示几多项国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无人机的应用。中科院嘛有展示11架无人机，内底有5架是攻击型的无人机。国产的天军无人机踩伫场馆的中，变作全场的焦点。过4天，台北国际航太和国防工业展览会14开始是连续展3天，有真侪国内外厂商来参加。其中国防部规划5大专区，展真侪国产的武器和装备，嘛对俄罗战争来看无人机的影响力。中科院展11台正在研发和导入部队使用的无人机，有5台是攻击无人机。我们这个发射箱可以船上或者是我们的飞行器上面都可以吸挂，人可以操控。以台湾经岛巡飞弹1型做基础去改的巡飞弹2型无人机，有更较强大的火力，会当配合车载式的发射车，一摆载3台的无人机来做机动部署。未来可能载天军无人机直升机去投射。另外，2型无人机会当底场起降和自动起降。国外关心当时量产，中科院讲，特别来到战术来测评。这摆国防馆嘛，第1摆展永盈号的飞行模拟机，结合战场的情资，帮助官兵模拟战场的操作。另外，红叫做是台版更天然的外骨系统，强化官兵的筋马耐力，会当到搬弹药等等。那基本上我们透过更换电池的方式，系统不断电，其实我的系统可以持续的运用。所以基本上，透过这样长时间的更换，基本上也是理论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中国加大绕台的力量，国防部13发布讲，是超过35台强机出海，有28台是超过海峡中线，延伸线入来到西南方向。一个战机经过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和山东号做海空联合。我们是没有稍微的松懈，以料敌从宽的态度去掌握整体的状况。国防部嘛公布，海军的基隆舰最近是监控山东号，表示讲7月到9月是强军演训的高峰期，国军会继续掌握强军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进前有民众的车条伫高速公路过路，因为这个人是希望讲会当是熟悉人来甲拖车，所以呢，伊专甲车塞去边啊，用塞的安尼倒啊塞。高速公路警察即马表示讲，这款行为是真危险，高速公路的车呼呼叫，相当会当甲罚6000块。2个民众伫修理车后壁倒塞车，过无偌久，连驾驶嘛都来倒3工，但是因人伫车道顶悬，看起来真危险。国道1号往南143.7公里，当路路段7十下晡是发生修理车故障停伫路肩。虽然讲高公局的拖吊车和风浪车拢经到场，但是车主想要找家己熟悉的拖吊车业者，决定要塞车到头前的立车湾遐。但是画面看起来真正就危险，这样看起来很危险啊！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车速比较快。我可能就会先靠边，然后放三角锥，然后打开警示灯。国道警察讲，伫高速公路顶悬塞车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违规减速临停的规定，会当罚3000到6000。车若歹去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随伫后壁50到100公尺的所在，放三角各种警告标志，卡1968通报，而且1点钟来把车刷走。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车辆故障，应依规定在后方摆放故障标志，然后并且尽量的移至路肩，然后同时要在1小时内
排除。那关于本案当事人下车推车的部分，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8款的规定。警方强调讲，高公局有特约的拖吊业者，咱有公开统一的收费标准，民众较免烦恼讲业者黑白开介绍，事后嘛有固定申诉的管道，若有信用卡救援服务，嘛同款爱伫规定时间来处理了，若无嘛是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份的时，伫台南北区的成功路和中义路口，有一个2岁外的囡仔和妈妈过车路，互车弄死，这是引起大家关心。当地警方所以伫路口加强执法，结果伫顶一日，同款伫成功路公园路口，又搁有一个妇人人行伫过路线去互轿车弄着，目前人伫住院，加在伊无性命的危险。救护车到台南成功路甲公园路口协助受伤民众送医。台南一个妇人人车到暗时行伫斑马线时阵，互一台转发的车弄倒，之所以阿妈滚两骨进去，目前还在治疗当中。这路口离今年5月，这2岁囡仔被弄死亡的地点只有300公尺。过去几个月，警方一直宣导加差，煞是有赛车人无被停让过路人。有的人已经是要左转，正常判断下是要从右边抓过去，会出车祸，通常都是从左边。车流量大，然后通过的人也多，不管是人还是车，车祸还蛮多的。强力取缔不停让行人违规计795件，比起去年同期83件，增加712件，其中又以成功路段107件为最多。今年6月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交通违规记点新制上路。台南市交通局统计到7月底，短短1个月，揭发案件就接近10万件，其中有将近6万件交通违规驾驶人堪涉违规记点处分，其中超速18000多件上罪。这6万多件并不是全部都在台南市发生的，那这些案件的违规态样最多的是超速、人行道违规停车或交叉路口违规停车的话。这如果违规行为成立了，会记违规点数1点。台南市交通局讲，驾驶人在1年内违规记点12点，会吊扣驾照2个月。台南市交通局提醒，收到交通违规罚单的时阵，若违规驾驶人非车主本人，车主爱挂在罚单顶悬注明的应9万1期进前，办理规则实际驾驶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桃园新竹县市一个苗栗的 T-Pass 通勤月票，即马已经会当开放予民众先登记去注文，计共有4种方案，其中来回苗栗、新竹，也各有桃园市的县市的这通勤月票，逐个月是1200块，按算伫10月初之会当开始使用。桃园市新竹县市以及苗栗县的 T-Pass 通勤月票，目前有4款月票方案。包括新竹县市288块，新竹县市苗栗699块，桃园以及新竹县市是799块，来回4县市逐个月是1200块。学生甲逐工来回上下班的民众，拢感觉真方便。很方便啊！如果上课都要通勤的话，就会需要用到，就会想买。如果长期在通勤的人，那他们就是平常也是要搭车啊，那有这个应该可以比较省钱一点。因为我工作在新竹市，所以我比较用不太到这个东西。以逐工对桃园坐火车来回新竹市来计算，原本1个月要开3168块，今嘛只要799块。选择最适合你的一个定期票的一个票价来使用。那在区域内的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台铁以及 U-Bike 都可以一票到底尽情享用。那我们希望透过通勤月票的优惠方案，来节省通勤费率的支出。桃竹苗的 T-Pass 通勤月票9月13开放，予民众注文，10月初2会当开始使用。对上班的直头路人以及上课的学生族群来讲，加一款选择。新竹市政府表示，确实会当减轻通勤民众正大的交通负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对今年5月份开始，政府已经有出手咧阻挡国际上来的诈骗电话，有先加动落来。若是接到8869开始的号码，
民众会当先听到一段警告的语音，甲你讲这有可能是诈骗电话。这措施实施到今，已经成功阻挡95%以上的诈骗电话。所以 NCC 即马按算要推出打击诈骗的草案，要开1亿外的钱，要来补助电信业者，甲防诈骗的设备做一个升级。这通是国际电话，爱细腻哦，唔通去用骗去。民众为5月开始，室内电话接到加8869的国际电话，拢会听到这段提醒。也若针对加886098的国际电话，拢会互人阻挡。NCC 表示，伫施行之前，每个月技术诈骗的电话有1400万通，到9月已经阻挡95%以上，只剩下4.8%，但是里面还是有涉诈的，我们还是要把它。透过这样警示，手机的部分，中华9月15就会上线，远传跟台科大是9月28。观察125个专线收到的电话诈骗案件数量，为5月的1600案降到7月份的823案。目前观察方法有效果，不过也让人烦恼，诈骗集团是不是会有新的方式来诈骗？就像水一样，你这边来堵，它一定会流到别的地方去，让民众尽量去。减少这种信息的接触。我们的检调机关如果发现任何新的诈骗手法，我们也会密切的跟其他像 NCC 或是数位部机关等等他们来做防堵的措施。像用 YouTube 数位其他的媒体来做诈骗的方法的话，我们一样会详尽来做。严加的防范。NCC 提出草案，要补助业者更新防范诈骗的设备，相关补助49%，估计会开1亿350万。但 NCC 主委签署就会生效。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法务部会参其他的部会合作，防堵各种诈骗的来源。记者郭文随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伫今年7月初4，伫屏东的万里洞有发现一只活的吉龟靠山，随后有赶紧甲送去急救，毋过过长工，这只吉龟是不幸死去。落尾有甲伊验尸，发现伊的肠仔内底有2条4米长的鱼线，有可能是因为食到鱼线，才会害伊翘起。民众做伙斗相共，准备将这只受伤海龟送去急救。这是今年7月初4伫屏东万里洞海边发生的代志。一不幸，这只海龟经过抢救，过长工也是死亡。事后专家解剖才发现，伊腹肚肠仔内底有2条425公分的鱼线，致使伊无法度食物件，来引起急性白血症死亡。经过病理解剖，我发现这只蛤龟是因为在海上误食了钓鱼线。这2段长达400多公分的钓鱼线，造成它肠道的扭曲，无法正常进食，因为肠胃道的疾病，进而引发败血症而死亡。其实每年拢有海龟受到人为影响，致使靠山甚至死亡。根据海保署的资料，最近3个月海龟靠山通报案件拢总有87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伫澎湖。发现时阵拢是死亡海龟较侪，分析原因包括因互鱼线低调的，搁有互船仔攻击等等的因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鱼钩的钓鱼线或者是其他的废弃物丢到海里就没事。这只蛤龟就证明了，这些丢弃的废弃物会造成它们的死亡。海保署提醒，不管是渔民也是民众，拢无应该学白搭物件，会互海洋生物食到，对因有真大伤害。若是有发现靠山生物，就要赶紧通报附近的海洋保育单位。记者庄义辉、邱昭勇综合报道。那台南沿海饲蚵仔面积有1400公顷，目前饲蚵仔所用的材料是造成污染。当地即马有研究出一款新型的蚵仔皮价格环保。渔管所就表示讲，未来会先提起海底机器，再去互渔民体用，来解决蚵仔皮回收的问题。工人甲一支黑色的塑胶管摆好势，用塑带甲固定好，因当咧做面积100平方公尺成型的蚵饼仔。成型的参传统的上大的差别是材质无共款。但是蚵仔产业发展协会为着蚵仔产业的永续发展，要改用 HDPE 材质来饲蚵仔，除了袂像 EPP 铺具就较破气，嘛减少对海洋甲人体造成危害。进前阮做实验有参加过啊，毕竟伊的物件较用较实用。物件吼，有法度
形象差不多50磅，而且如果伊有损害，伊会使修补，比咱早头咱的讲，迄个 PVC 会更加这个环保。目前市面上铺具有 EPP 甲 PE 艺术家两种材质。台南社区大学海平废弃物监测室发现，无论是 EPP 也是普利龙材质，拢会对海洋产生污染，因毋望彻底禁止使用。台湾修法2026年会全面禁止用普利龙铺具。机关所表示，目前市府已经无补助 EPP 啊，毋过前几档拢总补助3000外万，只是话要禁 EPP， 恐也引起反弹。台南这边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发泡塑胶，只要这个东西不要用，这个问题马上解决。它占我们垃圾量最大量。PP 伊还是较会破，PE 较耐用，所以未来咱就是全面规划，做 PE 渔具。台南沿海市海面积1400公顷，要全面改用新型的蚵边仔甲梭仔坪，第一时间阁无法度达成。机关所所长讲，因这3档会有300坪落去海面做测试，未来要提供予蚵农无共的替代方式。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去奥地利。奥地利的动物园有狮牛熊熊掠公攻击保育员，另外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是赶紧来斗相共，同款受攻击。这个事件即将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画面上，这只重1.8吨、体型真大只的母狮牛，就是造成饲养员一死中的凶手。这个事件发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动物园。园方讲，拜二早起，这33岁女性的饲养员像以往同款要去饲狮牛，无想这伫工作時，这狮牛熊熊对伊展开攻擊，造成伊胸腔嚴重受傷，當場不幸死亡。Die Tierpflegerin geht normalerweise in der Früh zu den Nashörnern, schmiert sie ein mit Insektenmittel, weil die Insekten die Nashörner immer ein bisschen nerven und hat das gemacht, wie sie das jeden Tag macht, wie sie das seit Jahren macht. Und was anders war, wissen wir nicht. Ja. 事发当时，另外一名男性饲养员赶到现场，想要将狮牛赶走，不过上赶也遭到攻击，造成脚骨断去。加在经过紧急手术了后，已经无性命危险。这两个饲养员是一对翁仔某，太太来自德国，李先生是奥地利人，两个人拢是经验真丰富的专业人员。为安怎发生这款的意外，动物园也惊到。War auch immer bei Untersuchungen oder so dabei, weil sie eben so gut mit den Tieren kann. Ja, sie ist Profi. Und arbeitet einfach lang und gut mit Nashörnern. 狮牛是陆地上体型第2大的食人动物，敢若比大象较细只一点啊。园方指出，正园区内底有4只白狮牛，造成事故的母狮牛，2009年就已经来到园区，以立正合作。从来毋捌发生地，伫园区内底狮牛区成立30年来，也从来无发生过攻击事件。研判狮牛可能是受到某种刺激才掠狂。像警方甲劳动检查部门已经对这事件展开调查。动物园也伫12、13连续关门2天。公视新闻张慧斌编译。玛丽莲·梦露是美国50年代的大明星，真可惜，真少年就过身。伊在生之前住伫洛杉矶的厝，经过几啊手，即马现任的厝主想要甲拆掉。当地议会即马是赶紧甲这栋厝想要甲列作历史文化古迹保留落来。周围内面遮悬的树仔是开白色的花，但是内面白壁红砖建筑看得出，因为时间真久，一寡厝顶的砖仔已经落到来破去。这是伫1929年起的，这有西班牙殖民风情的游泳池好野厝，是美国上有名的 sexy 女神玛丽莲·梦露伫洛杉矶的故居。1962年3月，伊和第3任的翁婿离婚了后，决定要去买这间伊唯一的家己去买的房产。但无当后，伊就疑似食过量的爱困药啊。伫厝内过身，迄当阵伊才36岁尔。这栋厝是见证玛丽莲·梦露真短，但是真精彩的一生。伊真单纯搁美丽的形象，甲大拢一直伫真侪迷众的心中。伊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神秘的情史，尤其替伊人生增加传奇的色彩。但是这栋陪伊度过上尾时间的好野厝，最近差一点互新业主拆掉。经过民众强烈抗议 ，LA 市议员顶礼拜5提案要求市府甲这定做古迹。Marilyn Monroe represents to so many people, men and women alike. What it is to overcome adversity, to work in Hollywood, to be a trailblazer and an icon. And this home where she lived and brought her unique personal style and touches
are the exact kinds of monuments and places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根据报道，今年7月，一个无公开身份的买家，以要840万美金的现金买这栋厝，随启动拆除许可证的申请，看起来都是为着这地产中建了后的价值。但是这侪年来，这栋玛丽莲梦露的故居已经是洛杉矶的地标，真侪民众拢特别到这来怀念这个卖倒大家、但是风眼报名的大明星。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2020疫情咧团时，有一个贼偷伫荷兰一间关起来美术馆内底偷摕梵谷作品《春日花园》。经过3档半的追查，这幅图即马找到啊！查拉将玻璃门拍破，探知2020年3月疫情期间创立伫荷兰已经封馆的新格拉伦美术馆当中，将美术馆为格罗林根美术馆招来梵谷的画头组。这个互人偷走的画是梵谷伫1884年所创作的《春日花园》，春天伫罗宁的莫斯公馆花园。估算7大核心海票1到2亿。艺术侦探布兰德用3年半，总算伫10月找回这幅画。伊真细致拍开蓝色的IKEA国布袋啊，这画就伫内底浸透土内底，佮用泡泡纸包好。It took 1300 days, but here it is, and I will hand it over in a few moments to the museum director, and I think he will be happy. 根据了解，这个梵谷名画伫互人偷走发生几个月，或者叫做彼得罗希的人为贼偷尼尔斯的手头买走，啊，毋过后来彼得罗希因为毒品走私案件伫各中服刑，伊想要利用这幅画来换取减刑，啊，毋过互布兰德甲警方拒绝。伫这个时间，这幅画一直下落不明，一直到2礼拜之前，一个讲事甲窃案无关系神秘查甫人主动联络布兰德，讲伊想要还这幅画。I couldn't believe it, but it's really, really happening. It's physically there, and it's safe, and it's in not perfect condition, but it's fine. 荷兰警方艺术犯罪部门证实，这幅画是真的。对查迄个真受注目的失窃艺术品，荷人叫做艺术界印第安纳琼斯的布兰德表示，确认这幅画就是荷人偷走的梵谷作品，是一生当中上骄傲的时刻之一。公司新闻深入汇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1度。同齐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专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